中华职棒成立30年以来，一场场比赛要顺利进行，除了球员在场上奋斗，也缺少不了场边工作人员的付出，才能让球员无后顾之忧展现实力，也能让看台上球迷尽情呐喊。这群默默付出的人们，是中职球场最坚实的守护者。职棒比赛进行时，负责维护观众台上秩序的雇员，都会配置一台对讲机，对讲机中常会传来一声声“傅姐，傅姐”。这群雇员口中的傅姐，就是在球场服务23年的傅玉琪。傅玉琪是学舞蹈出身，去国外参加过大大小小赛事，从6岁到31岁都是担任舞者，直到因为被检查出罹患子宫颈癌，被医生告诫不得再跳舞。后来傅玉琪转换跑道，到台湾大联盟工作，一开始负责在全台招募后援会会员，再回到办公室担任秘书长秘书，最后因为喜欢自由的，自请到球场负责安全维护的工作。我人生第一次听到三字经是在球场，以前在舞蹈环境根本没有人会骂，那次因为场内禁止吸烟，结果球迷用三字经骂我，说花钱买票来了，想干嘛就干嘛。不过23年下来，他已经渐渐习惯。他笑说：“三字经、五字经，祖宗8代都骂完了，我还跟他说谢谢。”2003年两联盟合并，傅玉琪转到中华职棒工作。不过他认为工作内容大同小异，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一场球赛约有20个队长，40个工读生，会分配在不同位置，有状况就用对讲机回报。对于处理看台上各种疑难杂症，傅玉琪指出，最重要是站在球迷立场处理事情。傅玉琪说明，劝导观众时，不能搬出中华职棒规定条文，而是要以同理心与对方沟通。他举例，管制场内抽烟行为时，我跟他讲我也抽烟，但球场不能抽烟，你就出去盖外出章，抽完再进来，很多人就会听。但若遇到坚持不听劝的人，傅玉琪也会使出杀手锏，就是用对讲机直接请警察来把对方带走。历经台湾大联盟，又在中华职棒看过许多风风雨雨，在看台上工作的傅玉琪也很有感。他说，时报因假球案开始球迷就不进来了，那阵子球迷大概每场不到1000人，有时候队长、工读生加起来还比较多，可是我们还是照样人到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看到近期球迷又多了起来，甚至假日时常破万人，傅玉琪也感到相当高兴。不过观众多对他们来说也是考验，因为球迷被界外球打中的几率较高，只要傅玉琪透过对讲机听到有人被打到，会马上找防护员处理，若是很严重就会叫救护车，由一位队长陪同去医院。被问到为什么能在这里坚持这么久，傅玉琪思考了一下，并说，不知道很自然就做了这么久，因为我这辈子只有跳舞跟棒球，在职棒也习惯了，球迷也都认识我，我觉得中华职棒就是另一个家，球迷就是我另一个家人。他笑说，球迷3不5时说他太瘦，拿点心、水果送他，傅玉琪每次都觉得很窝心。今年中华职棒成立30年了，傅玉琪说，中职能够到30年，我觉得不简单，很开心到30年了，看我能不能做到40年。但过了一会儿又说，
不可能啦，再10年我就70岁了，应该不会有人用我了。现为台湾体育大学棒球场场务的林宇成，从1990年就开始在中华职棒担任中区场务，随着中职30年来到，他也做了30年。以前林宇成因为喜欢棒球，常在合体与朋友打球，结束后身兼整理场地的工作，渐渐做出兴趣来。中华职棒要成立前，兄弟象在找场务工作人员，到台中时刚好遇到林宇成一行人，因此元年他就一脚踏入职棒的世界。1998年，林宇成到兴农担任场务主任，2004年再到台体大球场担任场务，虽然职称不同，但做的工作没有变过。林宇成指出，台湾场务技术从以前到现在进步很多，以前我们割草还是用手推的，现在是用机器，养护方式都不一样了，真的差很多。现在职棒场地投手丘都会用粘土，但以前的年代没有这种东西。林宇成表示，只能用石灰加盐巴搅一搅，才把投手丘弄起来。对台湾场务技术影响最大的转折点，林宇成表示，分别为2001年世界杯、2006年洲际杯及2013年经典赛。他说，每次办国际赛就会有要求，比如说经典赛主办会带美国人来，带我们台湾人做，要求一些比较细致的场地整理，我们就会去吸收，像引进粘土就是于2001年世界杯。不过林宇成指出，真正开始变成熟是2006年洲际杯，做投手丘、本垒区、内野红土，以及对草皮平整度的要求。多方面技术都是在那时学到最多。2013年经典赛之后，台湾场务技术则是达到最成熟的阶段。林宇成说，在引进技术之前会比较困难，因为都是要自己摸索。一场职棒比赛中，场务人员永远是最早来、最晚走。林宇成说，球队没来之前，场地就要先整理好，用完之后还要复原。但他指出，自己对棒球的热爱从没改变，而能让他坚持30年还能充满热情的关键，则是不断吸收新资讯、新技术。应该是说自己有突破，30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，场务技术完全不一样了，自我要求一直提升，会想要好再更好。中华职棒经历过许多起落，但对这些工作人员来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每场球赛都会做一样的事情，心中所想也只有如何让自己更进步，让台湾场地更精致。